量身專下以人民，分裂人是以心身潛伏，在偉大土地內部四周，無處不再蠢蠢欲動，妄想把土地分裂，嚴重提己違法，危害國家安全，全面支持正義的中共香港執法者，把分裂分子視之於不法歸案。我是中國深圳人，大量身穿下以人民，分裂人是以心深潛伏，在偉大土地內部四周，無處不再蠢蠢欲動，妄想把土地分裂，原在為己違法，危害國家安全，全民支持正義的中國香港執法者，把分裂分子置之於不實那歸案。我是中國深圳人，我是中國深圳人，我是中國深圳人，我是中國深圳人。